进入主你的同在，我与众天使围绕着敬拜。哦，让我进入主你的同在，我要单单敬拜你，耶稣。让我进入你的荣耀，让我进入主你的荣耀，我在你圣洁光中被你得着。哦，让我进入主你的荣耀，我要单单为主你而活，我要敬拜，我要敬拜，敬拜，敬拜我的主，我要敬拜，敬拜，敬拜我的主。我要跪下，我要跪下，跪下，在你宝座前，我要跪下，跪下，在你宝座前。让我们进入神的荣耀，让我进入主你的荣耀，我在你圣洁光中被你得着。哦，让我进入主你的荣耀，我要单单为主你而活，颂赞荣耀，荣耀，荣耀归羔羊，颂赞荣耀，荣耀，荣耀归羔羊，颂赞圣洁，圣洁，圣洁的真神，颂赞圣洁，圣洁，圣洁的真神。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我们在你面前，让我们的敬拜、我们的诗歌、我们的颂赞，都能够将一切荣耀归给神。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时时刻刻活出能够荣耀上帝的生命，能够定睛在神你的眼光中。我们用基督的心为心，为主而活，为主做美好的事工。愿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以下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一个主题，牧师想要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个主题：如何为基督能够持守生命的目标。那基督徒的一生啊，我想我们都是要为主而活。我们也知道要用基督的心为心来为主而活，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生命却是走在属自己的生命，属自己所想要的，甚至只要人家讲叫 kimoji 那好，那我就活得开心。但是这个感觉不好kimoji 那被殃啊，跟人也好，跟教会的长子关系也好，只要关系不对了，很多时候都一直在影响我们跟主基督的关系。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因为可能是牧者牧师时常都在了解在观看
那或者是在关心，甚至接收到许多弟兄姐妹生命当中不同的生命关系。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到底基督徒一生当中，或者是属神的人，一生当中，我们说我们为基督而活，到底在活什么？到底我做的事工，到底是为自己，还是为上帝？所以我们今天用一个主题，我们要如何为基督来持守住我们生命的目标？就像现在这个台湾政论节目一直在探讨一个问题，叫做台湾人怎么样守护台湾这片土地。我觉得这个是关系到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的，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要守护我们自己属神的生命，一定有一个目标是神期待我们能够一起往那方向去努力的。所以今天在我们现今的世代，我们的社会有许多的挑战，每一个现代人都是过度的为自己打算，而很难委身于基督。那我觉得要委身基督不容易所以期待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学习，到底要怎么委身于基督？到底委身基督到底是什么样的生命？那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现今的社会的挑战，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叫做物质的世界，也就是说，人在物质的主义当中，当我缺少什么，我就会去买什么；当我需要什么，我就会想要去得到什么。而每一个人也都在个人的主义当中，甚至也在及时的满足的当中，一直在影响你的生命。简单举个例子，假如今天礼拜天到了，哇，你身体疲累大部分的基督徒，大部分现在经历过疫情的基督徒跟教会，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期待这个弟兄姐妹你就在家休息就好了，不用来。可是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一直在想，我们连小时候连生病再怎么困难我们还是怎么样？冒着好像一种生命的危险一样，一定都会去到上帝的教会，然后敬拜上帝。而现在的时代真的不太一样，每一个人我们讲究的是个人主义，很难去面对信仰，而为了信仰而真正去付上很多生命的代价。这是现今的人、现代的人在面对的问题。第三个，现今的社会在面对的极大的挑战是，我们需要去持守那生命的目标所以我想要问各位，当你来到教会，不管你是信主很久的基督徒，或者是你还没有很深了解的，你一定会发现，到底我去到教会我要怎么样守住我生命里面本质的目标？我要怎么以基督为中心，然后为主而活？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也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我也时常在提醒我的孩子，我也跟我的同工在分享，我的孩子他们都会背祷告文，叫做"感谢天父修主女，尤其世界的家的性格，感谢基督克主"，包含同工也都会。但是当我在发现我的孩子他会祷告，可是他不会感恩的时候，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当一个基督徒如果他会用例行公事的祷告，但是他却不了解他的生命的目标为何的时候，那么他的祷告有帮助吗？这个祷告对他来讲，他知道他在祷告什么吗？所以我就在想，我们要如何在现今的时代，不管是为自己打算，不管是个人主义的环境，或者是及时性的想要满足自己的需要，不断的这些事情在影响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要如何把持住？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一起来探讨今天的经文以前，牧师要再次来带领大家一起来了解几个问题。现今的世代强调个人主义，我们刚刚有谈到，还有这个及时满足的这个环境到底是什么东西？第一个，这个强调个人主义简单来讲现在是脸书世代了什么是脸书世代？你一定可以从一个脸书一个人的个人网站，不管是
这个 IG 或者是什么 TikTok 或者是 YouTube， 每一个人都在建立一个属于个人的品牌，然后在追求别人的关注、点阅率，然后追踪人数。所以你会发现，现在的文化不断的是让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形象。只要你能够关注到，而你会发现这个人的价值好像特别不一样。可是实际上，我们要探讨一个问题：人的生命有没有去忽略了生命的本质？到底他真正的价值、生命的目标在哪里？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要荣耀上帝，而且是要服侍他人的。我再讲一次，基督徒的生命，认识基督教的真理的，你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是为了要荣耀上帝。第二个，我们是要服侍他人，像耶稣所说，为别人祈祷。可是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基督徒比较沉迷于打造自己的完美形象，可是却没有时间去服侍教会，甚至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只要你发现你问他，希望请他帮忙的时候，连基督徒都会说：“哦，我不赢啊，这项代志吼，看我不了，我唔知要怎给你倒茶。”我就在想，基督徒是这样的基督徒吗？这是第一个。所以现在的人讲究的是个人主义、个人的形象，而忽略了我们的本质面。第二个，强调个人主义跟即时满足的，就是速食的文化。你看现在这个 Line 群组啦、Messenger 啦、讯息啦，牧师最常遇到的就是之前就是有一个讯息同工，他如果没有及时回复我我的心情就会感觉到焦躁，然后会感觉生气，甚至我会感觉到为什么同工并没有马上，他已经已读了，可是为什么没有回复？那曾经我也看到有同工也是这样，他就说牧师啊，为什么他就已读了，可是他为什么都没有回复我啊？其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素食的文化，还有每一个人都会讲究即时的需要，我想要得到满足。其实这样的环境不断的让人缺乏耐心，甚至让人不会有所等候跟感动。简单举个例子，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如果你有在灵修的人，你会发现他的个性，他会懂得怎么样，他会知道怎么等候。而没有在灵修的人，你会发现他的个性特别焦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一个信徒，我们要感觉到他的生命如何从信仰生命里面去体会神的恩典，真的是需要透过灵修跟安静心的祷告。第三个，现在的强调个人的主义跟即时满足的环境，还有在职场上，许多人在职场上的都是为了要怎么样？要成就嘛，要有成功嘛，而会选择怎么样牺牲信仰啊？简单举个例子，其实牧师蛮鼓励，除非你是不得已，真的礼拜天需要工作，否则牧师还是蛮鼓励大家，真的要懂得，不要为了单纯你的礼拜天可以工作赚更多的钱，而忽略了教会的生活。如果你偏离了跟神的关系的连结，你会发现属世上的需要，你会特别的重视，但是对教会、对神国度的事情，甚至包含你自己生命的需要，你会不太在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好好留意、小心。职场上的竞争，往往会让基督徒忽略了我们的生命要如何回应上帝、荣耀上帝。而你会时常用一句话说：“我去工作是为了要荣耀神。如果我没有好的工作，我没有好的成就，怎么荣耀神？”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这是错误的。我们要了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以上帝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个基督徒的企业家，往往他会比较大部分会比较注重金钱赚钱，而没有考虑到底他的资源要怎么样荣耀神。
所以主帮助我们。假如我们忽略了这一块，我们的生命就很难像保罗所说的，无论生死，都要让基督在我身上显。我觉得保罗讲这句话非常有意思，无论生死，都要让基督在我身上显大。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无论生死，只要遇到生死我很难以基督显明基督在我身上要显明很难我过自己较要紧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问题。那第四个，现今的世代强调个人主义与这个及时满足的一个例证就是婚姻跟承诺。现今的世代的年轻人讲究的是速食的爱情，短暂的爱情感情关系，没有试过怎么知道合不合？可是实际上，基督徒一定要懂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过着舍己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精神。我再讲一次，我们是过着舍己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精神。也就是说，在感情婚姻上面，我们要懂得牺牲，能够懂得在顺境逆境，我们都要跟随主。不管困难或这个试炼，我们都要不能够选择放弃信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牧师要带领大家一起来看腓立比书第1章第12节到30节。这段圣经节呢，是在讲如何保罗在讲对腓立比教会提醒他们要如何为基督而活的一段圣经节。而这段圣经节里面呢，他特别讲到几个面向。保罗他在监狱当中，当他对腓立比教会的勉励，他特别强调，注意保罗是在监狱在困境里面他特别知道，当环境所逼的时候，人会不会选择放弃基督教信仰？就如同现在的台湾，有许多的台湾人甚至政党，宁可选择去迎合那个强国，而忽略了去看重自己所处的环境的本质的美。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保罗他特别在第1章12节到30节里面，他讲到保罗的困境就是传福音的机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一个跟随主的基督徒，我们要在困境当中去成为福音的机会。假如人基督徒每次只要讲到福音，你就会讲到说我多辛苦啦，我很难啦，我记忆不好啦，我老了啦，我没有办法啦。我要告诉各位，那么我们很难如同保罗一样，当他虽然被囚在监狱里面，可是他说他是为了福音，他反而要更加的努力去传递福音。所以牧师时常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基督徒不愿意去传福音，不敢跟人家分享，也不愿意去接待一个软弱、一个不足的人，甚至去帮助他？我时常在想，保罗他是希望每一个纯正的基督徒应该要明白，我们领受的恩典是要回到主的里面，要在基督里面能够以基督为中心，能够去传递美好的福音。所以今天我要带领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在腓立比书第1章第20节里面所说的。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当中特别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当时候的基督徒，他们面对极大的逼迫，但是保罗他依然在他经历的患难当中，他依然在告诉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不可放弃信仰。所以我要问每一个弟兄姐妹，当我们有没有照着像保罗所说的，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
保罗所切慕渴望的那个目标，就是要让基督得着荣耀。那我要问各位，我们的生命有没有在让基督得着荣耀？还是每次只要问题来了、困难来了，基督徒好像那个照干拉杯酸就紧的啦，推辞就比别人还要会推辞啊。其实牧师真的不鼓励大家，在遇到事工、遇到难处的时候，是用生活、用你自己的难处来解决、来推辞。我反而觉得大家要把你自己的问题提出来，说牧师，我真的有难处，请你为我祷告，让我在祷告里面从神得着力量，让我可以跟着你一起来侍奉神。这才是真正让基督得着荣耀的生命力。所以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我也要问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心里面，你所渴望的是什么？是希望能够得到更舒适的环境来侍奉神吗？我告诉各位，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我觉得反而是更难的方式来侍奉神，那才是恩典啊！因为每一个人会去经历到那个困难的环境，所以保罗为什么说没有一事叫我羞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在侍奉神、在亲近神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你的拒绝、因为你的逃避、因为你的否认，而让你的侍奉让你感到羞愧？如果你觉得你不感觉到羞愧，你感觉到恩典，你感觉到很感恩，那感谢主。但是如果当你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当你发现你没有办法跟随的时候，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像保罗一样，面对患难挑战的时候，他仍然无怨无悔的说：“没有一事叫我羞愧。”我觉得，当我们侍奉神，如果会让我们感到羞愧，我觉得我们求主怜悯，求主帮助。但是保罗他继续讲，他说：“只要凡事放胆啊！”什么是凡事放胆？是勇敢的见证基督啊，不畏惧任何代价。我觉得基督徒啊，真正的门徒基督徒一定要了解，我们侍奉神不是靠你的智慧，不是靠你的能力，也不是靠你讲话比较大声，都不是。是你有没有靠着基督在传讲神的道？你遇到人，你遇到弟兄姐妹，遇到年轻朋友，你跟你的朋友伙伴一起相处的时候，当他遇到难处的时候，你有没有见证基督靠主的大能为他祷告？你不畏惧任何的代价，你就是为了要救他。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保罗的生命。只要凡事放胆，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各位弟兄姐妹，无论处在什么样的情况，保罗唯一的目标，我们今天所学习的功课，为基督持守生命的目标，就是要荣耀上帝。我们的生命是要荣耀基督的，荣耀上帝的。我们的生命是基督所救赎回来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一定要有能力，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靠主得胜。各位弟兄姐妹，我牧师讲的绝对不是一个口头禅，也不是一个唠叨的话语，而是我们要持守生命的目标，接受挑战。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其实现在的物质的社会，自我为中心，真的会让人在信仰里面淡化。你会淡化你对神基督的教导，神基督的救恩，甚至在我们的工作、家庭、社交活动里面，会让人忽略了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如何为基督来持守这份生命的目标呢？第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学习建立属灵的纪律。在属灵的纪律里面，我们一定要每日灵修祷告。好，我觉得每一天我们透过一段圣经节，好，我们恳求神让我们安静心，学习跟神建立关系。说神啊，求你让我知道这一段话，
在今天你要教导我什么功课？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在今天里面透过这段话语，要教导我怎么样不受这个世界所影响。我们在读完经、灵修、祷告之后，我们去默想，到底神的话语要成为我的生命的指南，怎么走？这就是纪律，属灵的纪律要这么走，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第二个，我们要如何在基督里面持守生命的目标，就是要活出信仰的见证。我觉得无时无刻，不管我们做任何的侍奉工作，我们都要与人建立一个什么关系？要能够为主做见证。我都时常在询问每一位同工跟弟兄姐妹，到底你的侍奉、你的感动有没有感动人呢？好，不单单是自己的感动，我觉得每一个侍奉神的人一定要有所见证。见证什么？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恩典，到底带给你什么样的盼望？假如你没有办法带出属灵的盼望，那么我也敢说，在你所接触的人身上，人也很难从我们的生命里面去看见耶稣基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真的要活出信仰的见证，要去说，要去分享，要去谈论，要去谈论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如何彰显基督的爱。我在早上的时候跟我的太太在有一点小小的争执啊。那这个争执的时候呢，我也告诉我自己，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跟神说：“神啊，让我知道怎么跟自己的太太沟通，告诉他我刚刚讲的是一个神所要让我说的话。”所以在那当中，我试着控制我的情绪，把我心里面从神得来的真理，把它传递出去。我发现，我跟我的太太她愿意跟着我一起来行动。我终于明白，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把神的道传出去，往往是因为在我们内心里面有许多的原罪，我们不愿意去领受，我们会去计较，我们会去偏婚，我们会去骄傲，自我的骄傲都有，很多东西都不断的在影响我们去分享见证。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活出一个真正有信仰见证的基督徒。第三个，我们要勇敢面对困难，坚持信仰。好，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保罗，他的榜样就是即便他在监狱里面，他遇到挑战，他仍然坚定不移，为的就是要把福音传递出去。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在腓立比书第1章。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里面，应该由我来念了。从第一章的12节，我们一起看到第30节，由我来念。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好，我所遭遇的就是当时候保罗他正被在监狱里面，因为他为了传讲神的道而被抓了，以至于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人中，已经显明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哇，保罗在这里就已经很明确告诉我们，就是今天牧师所讲的道理。我们会不会因为外在的环境，我们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在摆上？第14节，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所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呀。越发放胆传上帝的道，无所惧怕。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在传讲神的道，你是否我们也能够如同保罗一样，放胆的传递神的道，无所惧怕。如果我们怕的是人，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靠着主的信心，如何来为主而传递美好的福音。15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便民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
基督就近被传开。感谢主，保罗他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他看到其实就算传基督的，有些人是为了嫉妒跟纷争，不怀好意，他仍然最后还是把福音传出去了。所以保罗，我觉得他的心不仅是一个开放的心，他的心也在困难当中，他依然保持的一个喜乐的心。所以18节后半段他说：“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的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遇到难处，我们如同保罗一样，他诉说给腓立比教会：虽然我现在在监狱里面被关，但是你们为我祷告，终究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是得着救恩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照着神在我们心中的那份感动所盼望的，没有一件事会叫我们羞愧。我们好好的去努力为主而活，放胆的去传讲神的道，让神国的福音能够得着彰显。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也带给我们几个看见，就是圣经里面，其实彼得在他的失败的经验当中，他3次不认主了。好，我们也会，我们遇到困难，我们会不会不认主？会。但是彼得他后来在使徒行传里面第2章36到40节，当他领受圣灵，成为福音的使者，他是证明了圣灵的大能，让人如何持守生命的目标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或许我们现在有许多的困难，可能是家庭，可能是工作，可能是感情，可能是经济的问题，甚至可能是能力的问题，而影响我们的心，无法好好的持守这份信仰。但我们可以学习，如同彼得一样，好好在祷告里面去经历圣灵的能力，让我们的生命不是我们不认主以后就不认主，而是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圣经里面但以理他是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坚持属灵的原则，他跟世界没有产生妥协。但以理书第1章第8节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善，王所提供的膳食跟王所饮的酒来玷污自己。”各位弟兄姐妹，我不晓得你是否愿意在神的面前立志行主的道，但是我可以看到但以理，他面对的是国家的强势的王者，可是他依然守住他跟神的关系，即使身处在一个异教的文化里面，但是但以理他持守神的律法，他不随波逐流，他依靠神，不靠人。所以但以理书第2章17到19节说，但以理回到他的居所，将这事告诉他的同伴，要他们祈求天上的神施展怜悯。然后这个奥秘的事就在夜间的异象当中告诉了但以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或许你现在不晓得，如果你为主来做，甚至你知道持守这份信仰，你坚持的想要去走，你不知道未来该怎么走，但是神也会透过奇妙的异象当中会告诉我们。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在主基督的救恩里面，我们学习持守那个生命应该持守的目标。我觉得人的生命需要有目标，没有目标，你只是跟着人家做，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这个是持守目标，真的是一个门徒的责任。我们的生命是要荣耀基督，荣耀神，荣耀基督。荣耀基督是什么意思？是基督救赎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否能够持守这份救恩呢？求主帮助我们，无论怎么样的环境，我们都要忠心的守住神的呼召。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上，我们相信神的恩典是富足的，是丰富的，足够我们所使用。求主赐福我们，让我们学习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应当有的优先顺序。2个问题跟大家分享。第一个问题，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如何持守维持属灵的目标？
我们学习定优先顺序了哈。如果你的工作生活是一个蛮复杂、忙乱，而且是每一天都不太一样的，我们可以选定在你安静的几分钟的时间，我们试着安静下来，然后打开现在有很多圣经的软体，你都可以把它打开，然后安静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告诉神说：主啊，我愿意把我的生命摆在主你面前，求你做我的帮助，做我的主，让我的生命能够活在神你的恩典道路上。我们学习在灵修祷告里面，我们甚至学习在教会里面参与小组跟服事。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持守住那属灵的目标。第二个问题，当我们面对困难和挫折的时候，如何不灰心呢？我想最重要是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都会遇到难处哈，但是我们学习用神的话，不是透过谁来鼓励你，让你不会灰心。难免有些时候连你朋友他都没空找你，他也没空来回应你的时候，我想你还是会灰心的。但是有一种方式，我们可以透过神的话语，作为我们信心生命的基础。我们好好记住那个从神的话语所带出来的应许，那才是最大的帮助。约书亚记第1章第9节说：“我再次吩咐你，要刚强勇敢，不要惊慌害怕，因为你无论走到哪里去，你的上帝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依靠属灵的伙伴，我们试着学习彼此互相鼓励，我们会得到刚强，会得到帮助，会得到鼓励。你不会孤单。神透过很多我们身边的朋友、牧者，甚至属灵的长辈，时常在提醒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在神的面前做一个刚强壮胆、持守信仰的人。愿主赐福大家，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一起领受神祝福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透过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如何，我们要持守住我们与主的关系。求主你让我们有一颗切慕渴慕你，让我们如同鹿切慕溪水一样，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渴慕，我们能够得着那丰盛的生命的活泉的水，我们可以止渴，我们可以得着救恩。更需要的是，我们要好好的持守住，时常来到神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持守住与神的关系，学习灵修祷告，学习教会的生活，学习与人的关系的培养，学习能够将主的道分享出去，来荣耀上帝，见证主的名。愿主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学习时常在神的道上学习，带出有能力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没有亏欠神的荣耀。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献上祈求，愿神也保守带领大桥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跟同工，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持守住与主的关系，能够了解我们是属神所蒙恩所拣选的百姓，我们必须要持守住大诫命，尽心尽力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我们要爱人如己，甚至我们要完成大使命，传递美好的福音。愿你的灵，愿你的道成为我们生命最大的帮助。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3的晚上，我们同一时间，我们都能够一起来领受神丰富的话语。愿你平安。